美国开发出开讲机器人 ChatGPT， 中国百度也要推出类似的补助。ChatGPT 是将 AI 人工智慧问答软体，即马伫咧国际当中长时行。咱的国科会也讲，上今年年底就会开发出属于台湾人使用的版本。民间的研究单位台湾 AI 实验室嘛表示认同，强调 AI 学习的本本真重要。台湾有家己的，则袂去互中国洗脑去。最近国际长时行的 AI 科技 ChatGPT 是美国开发的一种会当甲人开讲问答，甚至是创作的软体。中国宣布，因嘛要推出中文的版本，为着避免中国的科技进入台湾业界，产生资讯洗脑的问题，咱国科会嘛表示会开发属于台湾家己的版本。它已经成熟到可以应用到生活里面的话，包括未来很多中小企业，它可能就会用了。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，台湾有自己。可以这个不要让一些训练出来有思想偏差的去教我们的一些业界哈。ChatGPT 是一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，你教伊写，伊就会学着写。台湾想要开发台湾版的 ChatGPT， 民间的研究单位台湾 AI 实验室认为，中文的文本是中国较侪，开发过程的确有这份顾虑。即马上主要的挑战是爱训练 GPT， 将台湾思想甲文化记好条，而且随时监测伊敢有读到有关中国观点的资讯。一个当然，你的文本的收集是要以台湾的文本为主嘛。那第二个就是。当你要去防止这个人工智慧有这种不符合台湾的利益，或者是台湾的主体性思想的这个价值的内容，那你 data curation 你会需要把这种不管是不正确的资讯，或者是这种有问题的内容，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它过滤掉。台湾要开发类似的语言模组，除了是要争取咱伫中文人工智慧的话语权，台湾 AI 实验室嘛讲，未来若是系统设备好势，嘛会当加入无同的在地语言来服务台湾多元族群。记者麦尚英、钟翠友台北报道。